一時時節唔免玩當，一時路邊唔免當扛。那湯食幾棒，美魚最棒棒，烏碗烏踢天天掉炒蛋。無厘頭唱起台語歌嚟，事關早幾日同日本教友分享5月嗰陣去台灣交流嘅旅程。今次去台北其實係同母會嘅敬拜隊一齊去，因為自己其實都係敬拜隊嘅成員。我哋訪問咗2間教會，分別係台北靈糧堂同對哭。佢哋不嬲都係向現代敬拜上首屈一指嘅教會，所以今次交流實在學咗好多嘢。對自己教會嘅日本教友嚟講，現代敬拜可能都仍然係一樣好新鮮嘅事物。不過能夠同佢哋分享同介紹，佢哋亦都充滿好奇心，好踴躍咁提問，想知道更加多，實在好開心。的確，去交流唔係話就咁 copy and paste 人哋啲嘢，而係每間教會都有自己嘅意象同處境。最重要係開闊自己嘅眼界，認識下唔同地方、唔同教會嘅情況。呢個應該就係交流最重要嘅目的吧。本集完。